乡亲啊，继续来看民众党的前主席郭文铁，因为金华城等等的弊案，防收押1年。进前台北地方法院裁定以7000万来交保，但是台北地检署再度控告成功，高等法院撤销掉原裁定，法等于法院重新来裁定，伫个早起的10点开羁押庭。 那开一条路好不好？请怎么看今天在开羁押庭？对维持交保有信心。当出门就互媒体包围，原本短短3步就会当上车，煞行走30秒，准备坐车赶去北院。落车看到草啊已经等真久，郭文铁就笑面甲大家人互动，不过面对中开羁押庭，难免的不安。 记者律师就随转做正道状态，因为检方敢若是有准备，一开始就提出接受共案证人，批评周律师出庭明显做假证，认为郭文铁对民众党也是有影响力，但基本交保是承认罪行，应该要参考的是陈中文交互质问刷才交保。佮点名郭文铁的社群口座批评证人，怀疑本人敢讲无决定权。律师是表示，接受的证人是选举小物的案件已经具结，希望会当维持原交保裁定，明定。 共同的被告交也被质问的证人范围，最后佫强调北院审理200多天，高院敢若看一天，化为法官应该相信家己的判断。可能去补强他的论述以后，维持原本的结论。第二个是废弃这个原本的这个裁定内容，然后变成继续维持羁押的可能。另外一种就是重新在一个裁定，那一样给予交保，那可能交保金或是其他限制会提高。虽然外界不传出郭文铁到北院头一件代志就是要贴电子卡扣，不过其实。 提早到位是为着确保开庭顺利，这届是第4届开羁押庭，结果是安怎？外界拢在关注。Hello， 我是雷亚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